寧願坐2個鐘車排長龍過關上去深圳飲茶，都唔想落樓下街坊酒樓幫襯。呢句說話喺呢1-2年嘅香港已經唔再係一個笑話，而係好多香港人每個禮拜6日嘅真實寫照。其實大家心入面都好明白，香港人唔係冇錢，亦都唔係真係咁中意舟車勞頓，但係點解我哋寧願北上，都唔想留喺自己屋企附近間酒樓呢？講到尾，咪就係因為貼錢買難受呢5個字咯。你試下想象下，一個禮拜日嘅朝早，你想同屋企老人家去飲返餐茶，開開心心，點知一入到去，個知客塊面黑到好似欠咗佢幾百萬咁，問佢攞張台，佢眼都唔望你一下，隨手掉張飛俾你，叫你喺側邊等。等咗半個鐘，好不容易入到去坐低，個服務員行過嚟，動作粗魯到不得了，砰一聲將啲茶杯碗筷掉喺台面，啲水濺到周圍都係。你想叫佢攞把遮或者攞個熱水，佢直情當你係透明人，側身閃過，甚至仲會細細聲責你一聲。呢種感覺真係未食都已經飽咗一半。以前我哋去飲茶，講究嘅係一種人情味。老酒樓嗰啲伙計雖然口花花，但係佢哋會記得你姓乜，記得你中意飲普洱定壽眉，見到老人家會扶一把。但係而家換嚟嘅係冷冰冰嘅數碼落單。講到數碼落單呢樣嘢，真係傳統酒樓嘅一大死穴。你話後生仔玩手機玩得叻就話啫，你有冇諗過啲70-80歲嘅老人家？佢哋去飲茶係為咗同老友記傾下計，睇下報紙，享受下生活。而家倒好，一坐低就要佢哋攞部手機出嚟掃嗰個唔知乜嘢二維碼，啲字又細，個網速又慢，有時仲要你先關注佢個公眾號，又要你授權呢樣嗰樣。老人家眼花花，篤嚟篤去都篤唔到個蝦餃，想搵個人幫手，啲伙計一係就話我哋而家全自動化㗎啦，你自己慢慢整，一係就直情唔理。結果餐茶飲到一肚氣，老人家覺得自己好似被時代拋棄咗咁，連食個點心都要咁卑微，你話係咪慘？最諷刺嘅係，你數碼落單，自己服侍自己，佢最後單單都仲要收你加1服務費。呢個加1以前係買服務、買笑容、買個方便，而家呢係買氣受。我哋再睇下深圳，點解而家連香港嘅阿婆阿伯都識得搭深中通道、搭地鐵上去飲茶？唔通真係因為嗰度平幾十蚊？平只係其中一個因素，最重要嘅係嗰份被尊重嘅感覺。你一踏入人哋間酒樓，人哋係全體員工一齊叫歡迎光臨，笑容滿面。你想掃碼？可以。你唔識掃碼？人哋即刻攞本大圖大字嘅菜單過嚟，蹲喺你身邊慢慢幫你落單。茶水乾咗，你都未開聲，人哋已經主動過嚟幫你加水。係，你可能會話，人哋係因為人工低，人手多先可以咁做。但係作為消費者，我付出同樣甚至更高嘅價錢，點解我喺香港要受你啲欺？香港傳統酒樓而家正面對一個好大嘅危機，就係心態老化。好多老闆仲以為自己係以前嗰種獨市生意，覺得你唔食大把人食。佢哋忽視咗，而家係全球競爭嘅時代。由2024年開始，北上消費嘅熱潮一直冇減退，甚至到咗2025年、2026年，呢種趨勢已經變成咗一種生活習慣。當香港人發現，只要用同1個鐘頭嘅車程，就可以換嚟更好嘅食物質素、更好嘅服務態度，仲有更闊落嘅環境，佢哋點解仲要留喺香港呢啲又擠迫、服務又差，仲要睇人面色嘅酒樓？我哋成日講軟實力，其實餐飲業嘅服務就係最核心嘅軟實力。而家好多酒樓為咗慳成本，人手減到最少，一個伙計要睇10張台，佢當然會做到踢晒腳，當然會面黑黑。但係呢個係管理層嘅問題，唔應該由顧客去承受。仲有嗰啲所謂嘅限時用餐，以前飲茶可以坐成個下晝，慢慢傾，慢慢品。而家你坐低未夠1個鐘，
個伙計已經攞份單過嚟，喺你面前啪一聲放低，意思好明顯，食完好走啦，後面大把人等緊。呢種趕客式嘅服務，真係將最後一點人情味都磨滅埋。我聽過唔少街坊呻，話而家去酒樓好似去咗戰場咁，要搶位，要搶碗筷，要搶住落單，仲要搶住叫人加水。食餐飯啫，點解要搞到咁辛苦？大家有冇留意到，而家香港嘅點心質素亦都係退步緊？好多酒樓為咗快，根本唔再係現場製作，全部都係中央工場運過嚟嘅急凍貨，蒸一蒸就上台。嗰陣蝦餃皮厚到好似食緊粉皮咁，嗰件叉燒包入面啲肉乾錚錚。對比之下，深圳好多新派茶樓標榜嘅係即點即做，雖然等嘅時間長少少，但係熱辣辣、新鮮出爐嗰種口感，真係香港好多酒樓比唔上嘅。有人會話香港租金貴嘛，成本高嘛，呢個係事實。但係租金貴唔代表你可以服務差，成本高唔代表你可以隨便俾啲劣食顧客。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見到好多老牌酒樓一間一間咁結業，有人會覺得可惜，但係亦有人覺得係汰弱留強。如果你唔改變，如果你仲係守住嗰套老細大過天或者員工大過天嘅心態，而唔係顧客為先，咁被市場所淘汰係遲早嘅事。我想同啲酒樓老闆講，香港人其實好簡單，我哋唔係要你卑躬屈膝，我哋只係想要一份基本嘅尊重，一個點頭，一個微笑，一杯及時嘅熱茶，其實就已經足夠。唔好再將人手不足當成態度惡劣嘅藉口。如果個個都北上，你哋連最後嗰啲客都流失埋，到時你哋連面黑黑嘅機會都冇。我哋係真心愛香港呢個地方，亦都真心中意粵式飲茶文化。但係文化係需要傳承嘅，如果呢種文化只剩下冰冷嘅 QR code 同埋無禮貌嘅服務，咁呢種文化就會慢慢消失喺我哋嘅生活入面。下次你想去飲茶嘅時候，你會選擇落樓下嗰間面黑黑酒樓，定係寧願辛苦啲過關上去深圳揾返嗰份久違咗嘅熱情？呢個問題值得我哋每一個餐飲從業員去深思。其實唔單止係酒樓，成個香港嘅服務業都好似陷入咗一種惡性循環。老闆因為生意唔好，所以減人手加價，員工因為工作量大，人工冇加，所以心情差，服務差。顧客因為服務差，價錢貴，所以唔再幫襯或者選擇北上。結果點？生意更加差，老闆更加減人手。要打破呢個循環，唯一嘅方法就係心。2026年啦，大家嘅要求已經唔再係單純嘅填飽個肚，我哋追求嘅係一種體驗，係一種生活嘅態度。如果喺香港食餐飯要好似乞求服務咁香港作為美食天堂呢個名號，真係會變成歷史名詞。我哋睇返啲北上消費嘅數據，由2024年嘅幾百萬人次到2025年嘅持續增長，呢啲數字背後係幾多香港人對本地消費嘅失望？我身邊有個朋友，佢以前係最反對北上嘅，佢話上面啲嘢唔乾淨，又話好麻煩。但係前排佢同佢屋企人上去咗一轉，返嚟之後，佢同我講，我終於明白點解大家都要上去。原來用人哋一半嘅價錢可以食到咁好嘅嘢，最重要係人哋真係當你係客。佢仲話佢喺香港間屋附近間酒樓飲茶，叫個伙計幫手換個骨碟，個伙計竟然話我好忙啊，你自己攞啦，喺嗰邊。你話如果你係我朋友，你會點諗？呢種貼錢買難受嘅經歷，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試過。我哋唔係要踩低香港，我哋係想香港好。正因為想香港好，我哋先要指出呢啲問題。2026年，我哋仲有冇機會喺香港嘅酒樓見返嗰種充滿人情味、熱鬧得嚟又有秩序、食物質素有保證嘅景象？呢個唔係靠政府推乜嘢夜繽紛或者盛事就得，而係要靠每一個從業員由心而發嘅改變。下次如果你去飲茶，
遇到個面黑黑嘅伙計，或者個數碼系統又壞咗，或者啲點心係凍嘅，請你一定要發聲，唔係要你去投訴、去鬧人，而係要俾佢哋知，消費者係有要求嘅。同時，如果我哋遇到一間做得好、有心做嘅酒樓，我哋亦都要大力支持，等呢啲良心企業可以生存落去，等大家知道，只要做得好，香港人依然係會留港消費嘅。但係喺呢一刻，我睇到嘅現實依然好殘酷。街道上面一間間掛住清倉結業嘅店鋪，入面好多都係以前好熱鬧嘅食肆，佢哋會怪經濟唔好，會怪租金貴，但係佢哋有冇反思過，點解隔籬嗰間始終排長龍？點解深圳嗰間開到通宵達旦？服務係冇得偷雞嘅，你對個客好唔好？個客係感受得到嘅。我哋香港人其實好捱得，亦都好包容，但係包容唔代表要忍受。我哋希望有一日，當我哋再提起飲茶呢兩個字嘅時候，腦入面浮現嘅係熱辣辣嘅蝦餃、親切嘅問候，仲有嗰份悠閒嘅心態，而唔係一個要掃幾次都掃唔到嘅 QR 碼，同埋一張冷冰冰、黑麻麻嘅面孔。如果你都係咁諗，如果你都試過貼錢買難受，咁你就一定會明白點解咁多香港人寧願北上，都要揾返嗰份消失咗嘅溫暖。2026年嘅夏天，天氣好熱，但係香港餐飲業嘅心好似仲未暖返。我哋需要嘅唔係更多嘅科技，唔係更多嘅自動化，而係更多嘅人，因為人情味先至係粵式飲茶嘅靈魂。如果連靈魂都冇埋，咁呢間酒樓同一個冰冷嘅工廠食堂又有乜分別？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一個老街坊嘅故事。佢今年78歲，喺屋企附近間酒樓飲咗40幾年茶。以前佢每朝6點就去等開門，同嗰度嘅伙計熟到好似一家人咁。但係自從舊年酒樓換咗老闆，引入咗嗰套高效管理系統，佢就唔再去啦。佢同我講：阿仔啊，我唔係唔識用部手機，我係覺得去到嗰度好陌生。啲伙計換晒生面孔，個個都好似機械人咁，連句早晨都冇。我想搵人傾句計，佢哋都話冇時間。我飲咗幾十年茶，從來未試過覺得自己咁多餘。聽完之後，我心入面好唔舒服。一個酒樓如果不單止提供唔到好食嘅嘢，連基本嘅社交同情感連接都斷埋，咁佢嘅價值到底喺邊度？香港人北上飲茶，其實係一種無聲嘅抗議。我哋用腳投票，話俾呢啲傳統酒樓聽，我哋唔再接受嗰種低質素嘅服務，我哋唔再願意成為你哋傲慢心態下嘅受害者。2026年係一個關鍵嘅年份。如果香港餐飲業依然固步自封，依然唔肯面對服務質素崩潰嘅事實，咁北上消費就唔再係一陣風，而係會變成一場海嘯，將呢啲冇競爭力嘅老店徹底淹沒。我哋唔想見到呢一日，但我哋更唔想見到香港人繼續貼錢買難受。所以，下次你想坐低飲餐茶嘅時候，諗清楚，邊度先至係真正尊重你、真正值得你付出時間同金錢嘅地方。係時候要醒啦！香港嘅酒樓老闆們，請你哋行出你哋間冷氣房，去你哋嘅樓面睇下，去聽下街坊嘅心聲。唔好再埋怨顧客唔留港，先問下你自己，你有冇俾到一個顧客留低嘅理由？如果你仲係堅持要掃碼落單，仲係堅持要面黑黑，仲係堅持要俾啲急凍點心人食，咁你就唔好怪人哋寧願坐車上去深圳，因為大家嘅忍耐真係已經到咗極限。最後，我想同各位街坊講一句：辛苦晒！喺咁難捱嘅環境下，我哋依然努力生活，依然想揾返一點點生活嘅樂趣。希望有一日，我哋可以喺香港嘅街頭巷尾揾返嗰份真真正正屬於香港人嘅飲茶樂。2026年，希望係一個轉機，而唔係一個終結。大家保重，揾間好嘅酒樓，食餐好嘅，對自己好啲，唔好再俾人面黑黑咁對你，因為你值得更好嘅服務，你值得被溫柔對待。
喺呢個咁急速嘅時代，我哋更加需要嗰份慢落嚟嘅有人情味嘅時光。希望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唔需要再為咗飲餐茶而過關。希望喺不久嘅將來，每一間香港嘅酒樓都可以重現嗰種溫馨嘅笑臉。呢個願望雖然好似好遙遠，但係只要我哋每個人都唔放棄對質素嘅追求，或者有一日夢想真係會成真。飲茶本來就應該係一件最幸福嘅事，唔好俾呢啲死穴殺死咗我哋嘅幸福感。我哋一齊努力，揾返嗰份失落咗嘅味道，揾返嗰份屬於香港嘅尊嚴。